王祖賢經驗了時代的空靈之美，卻在37歲拋棄千億身家，寧願孤獨隱居，揭開永遠小倩遍體鱗傷的兩段孽緣。如果話80年代嘅香港係一場璀璨嘅美夢，王祖賢就係嗰場夢入面最唔真實嘅存在。喺當年嗰個冇濾鏡、冇修圖嘅影壇，林青霞有佢嘅英氣，張曼玉有佢嘅清純，但唯獨王祖賢，佢擁有一種令林青霞都自嘆不如嘅空靈氣質，甚至連當時最頂尖嘅攝影師都講過，王祖賢唔需要演技，佢只要企喺度就已經係戲。但係就喺呢個傳奇嘅背後，收埋咗一個至今都冇人解得開嘅謎團。大家試諗下，一個20歲就已經坐擁亞洲千萬影迷，喺30歲前就已經賺到幾輩子都花唔完，傳聞中高達千億身家嘅頂流巨星，點解佢會喺37歲正值一個女人最成熟、演藝事業仲有大把世界嘅時候，竟然選擇拋棄一切，連一聲告別都冇，就消失喺香港嘅視野入面？係因為嗰個令佢背負全港最美第三者罵名，令佢喺大宅門前受盡羞辱嘅豪門二少爺，定係因為嗰個同佢糾纏咗15年，最後卻喺婚禮前夕爆出有一個私生子嘅浪子歌王？到底當年37歲嘅王祖賢喺離港前嗰晚係經歷咗點樣嘅心碎，先可以令佢講出我嘅字典入面再冇結婚兩個字？今日我哋唔係要重複嗰啲大家都聽過嘅影壇往事，我想帶大家入去蘭若寺嘅迷霧入面，拆解呢位永遠小倩點樣由萬千寵愛行到去遍體鱗傷，最後寧願選擇喺溫哥華嘅雪地守住一份孤獨嘅寧靜。睇完呢條片，你會發現原來現實中嘅王祖賢比聶小倩更加幽怨。第一部分，籃球少女與方逸華的28萬美夢。要解開王祖賢點解會人間蒸發，我哋必須要先睇下呢個女仔當初係帶住一副點樣嘅面孔闖入呢個大染缸。時間返到1980年代初嘅台北，如果你當時行過懷生國中嘅籃球場，你一定會見到一個身高接近1.7米、皮膚白到發光、紮住高馬尾嘅女仔。佢唔係咩嬌滴滴嘅大小姐，而係一個喺球場上奔跑流汗嘅體育健將。當時嘅王祖賢濃眉大眼，臉上仲帶住少少嬰兒肥，成個人散發出一種令人窒息嘅氧氣感。15歲嗰年，佢因為打波太過吸睛，被廣告商發掘，影咗人生第一對波鞋廣告。結果呢個廣告一出，全台灣嘅影視圈都震動咗。1984年，佢拍咗人生第一部電影《今年的湖畔會很冷》。深入去睇呢部戲喺當年嘅金馬獎頒獎禮上面播放片段時，台下坐住一位當時香港影壇最有權勢嘅女人，邵氏電影嘅六嬸方逸華。方逸華係咩人？佢睇過嘅美女比我哋食過嘅米仲多。但當佢喺大銀幕見到王祖賢第一眼，佢就即刻同身邊人講咗一句話：呢個女仔一定要簽落嚟。於是方逸華做咗一個喺當時極之震撼嘅決定，佢用28萬港幣直接買斷咗王祖賢仲剩低嘅合約。28萬喺1984年可以喺香港買到大半層樓。對於一個17歲嘅台灣女仔嚟講，呢張支票代表嘅唔止係名利，而係一張通往五光十色卻又危機四伏嘅香港影壇嘅單程機票。當時滿懷希望帶住波鞋嚟到香港嘅王祖賢，邊度會諗到呢個由28萬堆砌出嚟嘅美夢，背後竟然隱藏住一個佢呢一世都還唔清嘅情債。佢更加唔會估到，由佢踏入香港機場嗰一刻開始，佢就已經慢慢變咗嗰個永遠都走唔出蘭若寺嘅聶小倩。第二部分，蘭若寺嘅巔峰與枷鎖。1987年，王祖賢20歲，呢一年佢遇上咗令佢永垂不朽，亦都係困住佢一生嘅角色聶小倩。大家可能唔知，原來最初倩女幽魂選角嘅時候，徐克心目中嘅第一人選係日本歌姬中森明菜。當時嘅王祖賢喺好多人眼中只係一個高大傻大姐，冇乜演技嘅台灣妹。但係王祖賢有一種狠勁，佢親自打電話俾徐克要求試鏡。當佢築起嗰身白衣，喺鼓風機吹動下，長髮飄逸，眼神清冷咁行出嚟嗰一刻，徐克驚呆咗。
佢發現王祖賢身上有一種好罕見嘅鬼氣，唔係恐怖，而係一種哀怨到極致，唔屬於呢個世界嘅美。前女幽魂一出，全亞洲瘋狂咗，韓國人叫佢元祖女神，日本人叫佢最美幽靈。深入去睇，王祖賢嘅巔峰期快到令人恐懼。佢試過一年拍15部戲，試過連續幾日幾夜唔瞓覺，喺唔同嘅片場穿梭。佢賺到嘅錢多到連佢自己都數唔清。當時嘅佢風頭蓋過咗曾曼玉同鐘楚紅並列，但係就喺呢個時候問題嚟啦。如果你有留意當時嘅報導，你會發現王祖賢喺最紅嘅時候，眼神反而越嚟越憂鬱。佢曾經喺訪問入面講過一句好奇怪嘅話，佢話：我覺得我唔係喺做戲，我覺得我真係變咗小倩，我好似永遠都喺嗰個黑漆漆嘅森林入面，等緊一個永遠唔會出現嘅人。究竟呢個永遠唔會出現嘅人係指緊邊個？係因為當時佢同齊秦嗰段分開咗兩地，被傳媒窮追猛打嘅異地戀，定係因為佢已經感覺到喺呢個五光十色嘅娛樂圈背後，有一對更加強大、更加危險嘅手，正喺度慢慢伸向佢。佢以為自己係贏家，但其實佢只係一個住喺金魚缸入面，俾全世界觀賞嘅珍貴藝術品。而呢個金魚缸好快就會因為一個男人嘅出現，被徹底打碎。第三部分，千億熱源與全港唾棄。就在王祖賢事業如日中天嘅時候，佢嘅人生遇上咗一個劫。1993年，王祖賢同富商林建岳嘅緋聞鬧得全城風雨。當時嘅林建岳係環亞電影嘅老闆，亦係名門望族嘅二少爺。佢為咗追求王祖賢，唔單止送上價值千萬嘅豪宅，更加承諾會同結婚多年嘅太太謝玲玲離婚。深入去睇，當時嘅王祖賢以為自己終於倚到一個可以遮風擋雨嘅避風港，以為呢個男人真係會為咗佢放棄一切。但佢低估咗豪門嘅殘酷，更加低估咗當年香港社會對第三者嘅排斥。當時林建岳嘅媽媽林如寶珠女士喺記者面前講咗一句極之難聽、羞辱性極強嘅話。佢話：我就當我個仔使咗幾千萬去叫雞。呢句話對於當時自視甚高、性格倔強嘅王祖賢嚟講，簡直係毀滅性嘅打擊。一夕之間，佢由人人愛戴嘅小倩變咗全香港口中嘅狐狸精，傳媒嘅冷嘲熱諷，公眾嘅指指點點，令到呢位全亞洲最靚嘅女人第一次感受到咩叫眾叛親離。傷心欲絕嘅佢選擇離開香港呢塊傷心地，返去台灣尋求舊愛齊秦嘅安慰。齊秦當時甚至為佢寫咗嗰首傳唱至今嘅《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就喺全亞洲都以為佢哋終於會修成正果，準備喺西藏舉行婚禮嘅前夕，一個更荒謬、更離奇嘅炸彈爆開咗。齊秦竟然被爆出有一個隱瞞咗15年嘅私生子，而且對方仲告上咗法庭。大家想象下，一個啱啱經歷完豪門情傷、被全港痛罵嘅女人，以為終於捉住咗最後一根救命草，點知呢條草原來係帶刺嘅。呢場跨越15年嘅情債，成為咗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條草。點解王祖賢會喺37歲嗰年突然宣布息影？點解佢會講出我嘅字典入面再冇結婚兩個字？因為嗰一刻佢終於明白，無論係蘭若寺嘅寧采臣，定係現實中嘅豪門少爺浪子歌王，都冇一個可以帶佢離開呢場迷霧。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徹底消失。終章，溫哥華的雪地與空靈的終點。2004年拍完電影《美麗上海》之後，王祖賢冇參加任何首映，冇同任何圈中好友告別。佢好似佢演過嘅小倩一樣，喺黎明嚟到之前，悄無聲息咁消失喺香港嘅晨霧入面。佢隻身飛去咗加拿大溫哥華。由嗰一日開始，世上再冇影壇巨星王祖賢，只有一個著住運動衫喺超級市場買喺公園散步嘅普通女人。深入去睇呢20年嚟，不時會有網民喺溫哥華街頭偶遇佢。相中嘅佢，有時係喺佛堂禮佛，有時係一個人牽住狗喺雪地行。
雖然歲月喺佢臉上留低咗痕跡，雖然有人會刻薄咁講女神老咗，樣貌崩壞，但如果你仔細睇佢嘅眼神，你會發現嗰份糾纏咗佢大半生嘅幽怨，竟然消失咗，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從未見過嘅平靜。有人問過，擁有過千億身家，經歷過萬千寵愛，點解佢可以咁灑脱，話走就走？其實王祖賢神就俾咗我哋答案，佢曾經喺一次罕見嘅電話訪問入面講過：我已經將最好嘅一面留俾觀眾，嗰個王祖賢已經留咗喺銀幕上面，依家嘅我只想做返我自己。翻去我哋開頭嗰個問題，點解離世40年嘅翁美玲，息影20年嘅王祖賢，依然令我哋咁懷念？或者係因為我哋懷念嘅唔只係佢哋嘅美貌，更加係懷念嗰個我哋一去不返、敢愛敢恨嘅80年代。王祖賢用佢前半生嘅經驗換嚟後半生嘅清秀，佢拋棄咗千億身家，其實係換返咗自由2個字。人生是夢，一切皆空。今日嘅王祖賢依然喺溫哥華嘅雪地入面安靜咁生活緊。而我哋依然會喺每一個深夜，當倩女幽魂嘅旋律響起時，諗起嗰個白衣飄飄、驚豔咗時光嘅永遠小倩。